高雄小港国际机场去年这载客量呢是575万人次，这个数字已经恢复到疫情进前的水准啦。也毋过，并这车辆多的时阵，就开始会有人来乌白乱停车。机场是表示讲，对今年1月开始，这违规停车的人会甲刷去到别个停车格，也就是讲，这民众呢，就要加付1000块这刷车的费用，呼吁民众唔通为着趁轻巧，造成别人的困扰。 那您除了开劝导单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动作吗？可以这样。看到有人无守规矩，车乌白灯，停车场的管理人员随来开劝导单，翕相通报管理处。高雄国际机场为了要解决停车场车乌白停的乱象，对1月开始启动拖吊作业，甲当2个月过时间，拢总拖64台。这是去年12月底翕到的画面。国际线停车场的验款者，卡袂到就是3-4排违规停车，甲今仔日的画面比起来，虽然也是有违规，不过确实改善真多。民众讲有足规才有改善，安尼真好。 好啦，啊无你即摆咧乌白停，啊你又无停车格，你就去加设一日尔，啊无啥。你即马乌白动线就会歹啊，系啊，拢啊重点是无位啦，无位才是重点。系啊，看新的气候会改善袂啊。 拖吊刷车新措施，民众普遍拢真认同，不过也感觉高雄机场的停车柜确实无够用。机场表示，目前拢总有3大停车场，1198个停车柜。若是当着出国的尖峰期，才会出现误停车的状况。大部分的违规停车拢是贪方便，无爱停远，甲车挡伫个捷运出入口，也是验款者。已经有伫违规的重点区域做白牙提醒，请民众爱守规矩。拖吊前会再广告一次，那。 提示的车辆会一次在有空的格位内。机场表示，拖吊刷车的作业比较一般的违规拖吊，涂骹会写字，民众爱去2号出口纳钱，才会当甲车驶出去。高雄国际机场即阵正在进行改建工程，其中立体停车场已经伫去年5月动工，按算明年完成。到时会当增加900个停车格，解决尖峰期停车柜不足的问题。记者郭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。